伫咧疫情进前，台湾是邮轮市场是这个亚洲第2大的。为着要拼到这600万名国际旅客目标，交通部也积极推动邮轮观光。如果到年底进前呢，外国旅客会当恢复到疫情进前高盛。 这是3月时阵，自疫情以后第一只来到花莲港的国际邮轮。花莲港用喷水仪式涵盖住民歌舞热情迎接。根据国际邮轮协会2019年的报告指出，台湾的邮轮市场是亚洲第2大的。交通部表示，自今年3月初6开放邮轮以后，这半年中间来台湾的邮轮已经有252只次。外国游客部分有高通恢复到疫情进前的高盛。母港的部分大概是 140艘次，那挂靠的部分是112艘次，所以大概母港是占55%，那挂靠的部分是45%，双母港的方式，就是除了我们国人搭乘出去之外，也会带一些外籍旅客进来。 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外籍旅客的成长其实恢复比较快。母港就是指旅客出发和回程的港口。交通部强调，今年台湾邮轮头改有商务港的经营模式，以高雄香港做商务港，和传统行程比起来，游客落船敢会当停留5至8点钟。商务港的模式嘛，延长旅客留伫台湾的观光时间。有估这1年来靠港的收集产值会超过10亿新台币。现在最多是港澳，那第2个是日本，第3个是韩国啊。当然，过去像中国大陆它是占很前面的位置了哈，但是今年纵然没有中国大陆进来，我们600万的目标应该是还是会达成。交通部观光局定出今年要拼国际旅客600万人次的目标。台湾自新冠疫情解禁以来，顶一日9月13已经达成400万人次的目标。虽然中国也未开放旅客来台湾，不过交通部长王国材表示，咱应该也是真有机会达成目标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